各位同學午安，歡迎收睇今日開平電視台節目。我係今日小記者6多班黃桂儀。我係6多班鄧子晴。桂儀，今次係本年度第一次做直播，我有啲緊張啊。子晴唔使緊張，我哋做拍檔，互相補位，一定冇問題嘅。桂儀，有你嘅支持，我而家都定返啲啦。冇錯啊！今年為咗提升同學講嘢嘅表達能力，電視台都安排咗一啲特別嘅節目，增加大家面對鏡頭講嘢嘅機會。咁不如我哋就一齊睇睇今年電視台嘅節目介紹啊！本年同以往一樣，我哋會繼續為大家安排通識新聞，認識身邊嘅事物，關心人哋嘅需要。而開平大挑戰就可以讓大家一顯身手，與其他同學同埋老師喺不同嘅項目入邊進行比拼。今年仲會新增開平心聲節目，俾大家對老師、同學甚至乎屋企人表達謝意。節目播放嘅時候，仲會邀請同學嚟到電視台，親自講出你嘅心聲。而開平童夢舞台節目就可以讓同學有機會完成夢想，將你哋嘅才華，例如唱歌、跳舞同埋朗誦等等，透過電視台展示俾全校嘅同學欣賞。而適逢學校60週年校慶，電視台仲會推出相關嘅節目，大家記住密切留意啦。據我所知，未來3個星期會有急口令嘅比賽，大家要努力練習啦。如果你成為咗班代表，就可以嚟到電視台現場同其他班同學比賽，爭奪冠軍殊榮。大家記住密切留意節目播放嘅日期。今日節目就到此為止，下星期再見。拜拜。